其实公路面哈，泰国公路名牌就会上到迄钱包啊，还迄卡棒。这名牌当中老精品，挂等号，你知道？不过细细个鞋唔会按用吃的，因为细细个鞋可能真嘅蛮便宜。嗰种用是爱英雄最深刻嘅名牌就系珍珠美人鱼，没迪士尼，用是爱配珍珠，用是爱黑那个叫什么？皮皮卡皮拉波拉魔法斗小魔女斗人，魔法斗人面嘛嘅。唔过呢，用是就系泰卡威吃到海嘅名牌就系有牌嘅就系名牌，嗰种用是爱英雄最深刻就系我嘅，就系 Lacoste。幾隻鞋係韓國 Lacoste 係，嗰時嗌英雄同車係咪嗰時嗌就做一種白色嘅 Lacoste，幾架嘅鞋帶呢係水紅色嘅，當代寧夏。不過樣板嗌為英雄漢城嘅係咪嗰時嗌就彈呢一個服裝，嗌係彈呢個3年哦，後來呢你就變成同好嘅朋友，後來你大嘴過來出嘅回憶過去嘅時，他就說佢英雄最深嘅就係嗌嘅用時做嘅種 Lacoste 當代寧夏。所以你是強次到海定夏天聽啊，幾陣你就唔記得，你對藝要買嘅印象，哦，藝記得要做送你 Lacoste。真嘅，你講藝英雄同城。你該 Lacoste 沒記得原因，你按出來講。意思就係講，他從來沒有正眼看過你呢。好了好了，子瑜已經夠可憐，你動快講，不講下。係啊，就冇變成男人朋友了，你還要有講。太好嘅事，當時行嘅法國嘅牌很多 Longchamp。我同我搭3年、2、3年都寬定幾包嘅，跟住想講，好啦，跟我去歐洲旅行嘅時間，就會來買一隻，4到我錢買本牙尾，結果我拿轉去送本嘅，結果，一名起來，我做塑膠嘅感覺，冇質感，就係塑膠嘅，佢同樣名牌，佢就係塑膠，佢就想講嘅，我4到錢買啲塑膠攞嚟做。係啊，你講，幾位想講買一隻假雞腿本來嚇實用啊，依家是從可係做啲種菜，買個 Longchamp，一個塑膠，一個做乜嘅，係冇假意。係因啲去，他係先係咪阿姨？假意，我去美國圖書展開始對名牌卡啲啊，尤其有太好啲美國 LA 啊，都會看到都大班做 fashion， 也係拿輕型款名牌包給人哦。不過其實我冇動到錢啊，買唔出水。嗰時候我都會看雜誌啊，鋪落下手嘅名牌嘅東西，還會去名牌嘅 window shopping 看到。後先來講下做學生嘅時節，對名牌到底老頭牌有冇冇形容嘛？其實是到頭先講嘅形容，個種嘅時節開始哦，我係講夏天時行啦。朋友買嘛，改個買嘛，改同學買嘛，改買，因為開始對名牌未按熟識。咁我開始係因為講朋友買嘛，應該是戇戇嘅買，係因為我開始講樂團合日本風嘅，所以我是合中意日本風嘅嗰啲衫褲。從我頭先講嘅鬼時嘛，開始係花褲啊，咁個係要到幾多可能唔熟識啊，幾多對幾多來講哦。比較嘛，比較其實咪講，你一派嘅要熟時麼啊，假時要貴麼，你咁樣貴哦，其實咁你樣當厲害哦，不過你下上去轉緊當戇嘅。國種嘅時節哦，因為該東西咩名牌啦，我對國種上來講，該名牌就係潮牌，因為該係聽人同學加你記得嘅話題啊，所以轉到福開時節，我知道我媽媽哦，人家講我潮聽講，我一定愛買潮牌，我一定愛着潮牌，我媽媽是。然後講挑揀啊，講好冇啥用，因為考到全班前3名，我進進就100是走到嘞。然後我交換條件說好，我要去買潮牌，結果佢進進哦，但我去公館該片，真的讓我買。你看該是就買家T 恤啊、短褲啊，還有 higher model 哦，萬個 K， 萬個 K， 結果嘞，你阿媽媽又係咪表專業？表專業，進進付1000款。我差點把面具撕下來，因為你唔係張媽媽咯。我就送名看，伊個啲美國專門賣名牌嘅網站，比台灣嘅價錢便宜當多，差唔多要6折7折。嗰時候我就買到我人生挑一隻名牌包。哇！你先去買咯，今天買啦。動次打次動次。好嘞，兩位阿姨都在轉型。
係死。有台北時裝周嘅感覺呢。暗啲咧，位阿姨嘅行天那片，真嘅唔掂嚇。我講到機車包，韓國揀係咩油呢？冇錯，還有卡車包。我啲幾隻牌，因為我朋友懂 fashion 朋友，係啊，老係講起歐洲高嘅時間，聽錯我買嘅牌啊。唔過我去到看到，哎，按你按法拉比波，我唔中意，但我中意嘅簡單單嘅，講到現在你講來講去同差。你這個阿姨我說我就去隔壁，嚇，買咧，我諗啊 MK 爭贏嘅名嘅，我都 Michael Kors，佢哋同有樣嘅品牌形象哦，係啲嘅 runway project runway show 嘅品牌形象，都有樣嘅同中意佢，同中意，嗰時候佢要出嘅皮包嘅時間，就出車，然後佢買下，因為嗰時候我真係中意假年啊，東西其實還好，還好，對。不能叫阿婆夯一下啦。來，拐杖，加 M 字腿，係啊，我真嘅必須要講，家嘅 model 行出來，我知道很做的，你北美行出來， 6個字，摸鼻搞摸胸懷。男人一定要有一個好表，係冇？所以我就選了一家勞力士，那就韓國系，還有來幫我挑一下你們最新款的，結果剛才慢慢小改，哦，量好這個藍色金鑽有沒有？然後說哦，那這個多少錢呢？一個80萬 K。80萬人口，80萬係廿四啊！要不差4個零呢，差10人呢。因為我不給嚇到嘞，結果咧，我就想說，先假裝吞一下口水，吻他一扎，然後我就說，哇，這個更漂亮哦。他說，哦，這個100多萬。然後我就這樣還假裝猶豫了一下，講，哦，人家梁總來都摸總機呢，哈，那個。我再看看好了，那就好緊張哦。還有那什麼，還有結果10萬 K 對個精品店來講係凍少呢。係啊，佢10萬 K 可能上做阿莎。係啊，上個拍手是加阿莎。不如啦。今天差不如啦。你看還有類似那個禮券啊，去那個地下街學東西誒。我有啲朋友就係佢真係有嗰種品牌迷思，佢買卡包一定愛牌，買嘅名牌，一定係精品嘅哦。不過呢，佢出衫唔係動到錢，就自家本身唔係動有錢，佢還愛買，會分期付款去買。我唔錯，真的就是，金錢給付卡就發生掉嘅事情，佢喺條路尾冇按好，後來呢，佢喊去買，我就罵佢，我就講，你作為老嘅錢本付卡天數誒，你去搞我媽嘅，你喊買就本愛緊嘛，後來我就講，你因為係講你爸嘅名牌，就係代表講人嘅身份有嘛去，你那係真年動有身份，你就算買一條布袋。人家都會自動吼，舞台就可能跳舞吧。假使要去精品店，要去買名牌嘅書店，千萬莫看機，千萬不要看價錢，因為該名牌是本應就幸福，就體會因看機幹嘛？你看它的價錢就會看你自家嘅價錢啊，你自家係無限的，係冇價錢的嘛，就可以國際嘅精品係完全冇價錢抬價低嘛。哦，這是歪理。我真嘅係睇價嘅客家好成橋，用白講嘅。因為我知道像我去家看去買名牌嘅時間吼，當然體驗我看你去家想我買嘅嘛吼。再過來真嘅我看一些家私啊，迄個因為像我對我來講，我知道很務實性的消費。原來買要名牌，同時你要用到啊。像我之前可能我去看一下outlet啊，去比價一下講，哎呀，啲東西真嘅係有按用嘅家私嘛，真嘅有按用嘅 CP 值嘛。因為我知道我冇會像其他你買名牌就會盲目的追崇，而且還要在那個時代的時候趕快去買，肯定該流行。因為我知道嘅就做得用到就做得啊，好冇？我平時會省錢，有大隻較便宜嘅時間就會買啊。因為名牌平時貴成成嘅，有看到有便宜，當然就會買。冇買星期五對自己唔起，買就錯嘅，買就錯嘅。因為你按心用喺邊度按，乖乖咧。你記當場喺個所講嘅搶禮券嘅拍賣嘅，買就錯嘅，10蚊強硬咩跌落去，冇關係買下去，向上睇上高，要發